来到胜利国小的礼堂，看到真侪学生拢一道一道咧耍18斗仔，因毋是咧跋筊，因咧耍的是叫做跋状元饼的游戏，是透过拿着18斗仔无共组合的游戏。流传是郑成功时期所发明的游戏，目的是希望稳定官兵的军心。胜利国小透过安尼的游戏结合历史，让学生对学习更加有兴趣。在我们的社会课里面，其实就当然会谈到台南的一些风土民情跟习俗。那我们在前年跟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尝试过把博饼，因为博饼其实从郑成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本来是慰劳一个将军的一个活动。那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到课程里面之后，特别选我们期末小朋友都已经上完课、考完试的日子去实施。那小朋友玩了之后，真的是爱不释手，他们根本就停不下来，就像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一样。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样子的活动成为我们胜利国小的一个传统，在每年我们会择固定的时间来办理。那今年很特别，就是刚好把它放在我们的儿童节特别活动之中，一起来举办。觉得好玩，因为可以体验以前当兵，然后想家的时候会觉得的感觉。为了欢庆儿童节，1号上午，市长杨伟特也亲自来到胜利国小，伊甲小朋友互动跋饼。市长表示，安尼的游戏并不是咧发扬跋筊，是希望学生会使了解到每一个传统游戏背后的故事。胜利国小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学校。今天在我背后，大家看那个背板都知道是跋状元饼，跋饼。哦，这个不是提倡赌博，这是真的是蛮有民俗、有历史、有文化上的意味的一种游戏。那所以说，借着这个游戏，一方面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了解过去他们的阿公阿祖以前他们是怎么跋饼的。一方面呢，也是把这个文化能够传承下来。那也希望说寓教于乐，在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很多好玩的东西基本上背后都有一些教育上的意义。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儿童节的时候要好好的、轻轻松松的、快快乐乐的玩一下，但是也要注意安全，更不要到时候假期结束了，4天的假期结束的时候，还是要收心，准备回来面对应付我们这个繁重的课业。谢谢，祝福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教育局为了让小朋友有难忘的儿童节，4月份也规划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包括活读、戏剧、电影等等，希望让小朋友的生活会使更加丰富。台南新闻国语采访报道。